再来看央行的总裁杨金龙今仔日是去到立法院来质询，针对立委所讲的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，这当时是会当看到效果咧。杨金龙是来表示讲，即马是要先互房市先冷落来，对房地产甲金融的稳定是拢有帮助的。希望透过管制，互外界会当改变想法，唔通想讲这厝价会起，就直直要赶买厝。 为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，央行进行祭出第7摆信用管制，互房市交易量大大减少，互市场叫做金融海啸。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，前一年房市升过热，爱互房市冷落来，若无对房地产甲金融稳定拢无好。有哪些因素催化这个刺激房市泡沫化的可能性呢？ 预期它的房价都一直在上涨的时候呢，那么大家就会拼命的去买房子，那这个就很容易就是催化了这个它的泡沫。杨金龙强调，对信用管制措施未关关压起轻轻放落，也希望透过管制，互厝价起的有其心理反转。有立委关注，什么时阵才能看到成效？如果半年后跟今嘛差不多不怎么样啊，你会不会？ 我不排除第8波。第8波是怎么样？要第8波了，我总觉得还是言之过早。还有挑战，还有3个状况。新青安资源虽然有限，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足以来应付它。杨金龙回应，针对管制是毋是有成效，爱去观察。不过最近两岸局势紧张，是毋是出现美金换汇条？杨金龙表示，央行会随时做好准备来应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